其實啦，8個月之前啊，我根本都唔識彈鋼琴嘅。嚟到琴樂會學嗰陣咧，我都係乜都唔識。我之前完全冇練過鋼琴，真係有啲擔心自己會好唔識。11個月之前，我仲係對鋼琴一無所知。我呢度學鋼琴咧，除咗多得個老師發明嗰個直管樂譜啦，仲要好多謝佢嗰個教學方法。就算幾複雜，甚至係喺音樂會演奏級嘅譜，我都可以喺得明。何老師教得好有耐心同埋細心，為將有彈嘅嘢拆開嚟而做一個個動作，確保我跟得到，做得好。老師好識得舉一反三，好快就令我明白練琴背後嘅邏輯。跟住我就有信心同老師講，我想學自己中意嘅歌。而家咧，我咁短時間啦，唔單止可以學識自我勵斯啦、奇異恩典，仲可以彈到夢中嘅婚禮添啊！講都冇人信添。有次教會周年慶典上，我彈奏咗生日歌，啲姊妹都話我彈琴似模似樣。有時我仲去公司附近嘅公共鋼琴彈下琴，放鬆一下。我其實我返工非常之忙㗎，但係咧我每一次咧都期待呢度學鋼琴㗎喎，因為呢度咧可以令到我放鬆啦，同埋可以有叉電嘅地方。雖然練琴唔係容易嘅事，但係因為成日得到老師嘅正面鼓勵，令到我對彈琴嘅興趣越嚟越大。我真係好開心，覺得好有成就感。